大家请坐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代表团邀请一位姐妹来做见证，我们请王立峰老师来做见证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7月20开刀，代祷团为我的服事，我所经历上帝的作为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教会有为我们预备黄色的代祷卡，那代祷团会为我们代祷持续3个月。在17年前，我为了治疗我的不孕症，我吃了很多的药，不但没有让我怀孕，还吃出了一颗子宫肌瘤。那这个肌瘤越来越大，越长越多。我知道肌瘤恶化的几率不大，但是肚子一定会变大。我都有在医院定期的在追踪，期间我找了很多的医生，大部分的医生都跟我说，你生3个应该够了，你可以把子宫一起摘除。那今年3月我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，竟然发现在卵巢旁边也长了一颗肿瘤。那我知道卵巢的肿瘤就不能轻忽哦，既然要开刀，就想说那就一起处理好了。我找了一个愿意帮我一颗一颗挖的医生，因为很多又很大，已经没有办法用微创手术了，只能用传统的刀法。医生跟我讲说，你这个一开下去，一定比超音波看到的还要多。那我5月决定开刀的日期之后，我只把消息告诉代祷团里面我比较熟识的姐妹，请她们为我代祷。那也希望她们不要公开这个讯息。一方面觉得这是妇女的疾病，一方面知道7月20那天刚好是主日学夏令营开始，我不好意思劳动大家。那代祷团一位姐妹一收到这个消息，其中有一位，她那一个礼拜就跟另外一个姐妹跟我相约主日后代祷事件祈祷事件，他们要为我祷告。其中一位姐妹提醒我说，你一定要写代祷卡，里面填不公开就可以了。那又有一次我在教会主日后去洗手间，遇到一位姐妹，她就马上把我拉到洗手台旁边祷告，所以厕所是可以祷告的。还有在我开刀那一个礼拜天主日后，又有另外2个姐妹拉着我的手，把我拉到牧师的前面，然后大家一起围着我一起祷告。这时候我就有一个圣经的画面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，就是在马可福音第2章3到4节，有4个朋友把房顶拆了，为了抬摊子到耶稣的面前来。我觉得他们为我的服事就像这样，让我很感动。感谢主，在我开刀之前就已经为我预备好祷告的城墙。大家可能会疑惑说，我为什么要拖10几年才开刀？因为在17年前，我的视网膜剥离，进出手术房2次，因为第1次是失败的。那时候我怀着7个月的身孕，只能用局部麻醉，所以我一直不敢再面对还要开刀的事实。这次就特别的紧张。其实我开刀前吃不下、睡不着，一边祈祷一边烦恼，我的信心真的很小。可是也发现，其实在苦难中才能够真正的考验出你这个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虽然我的信心很小，但是我觉得代祷团的祷告把我拖住了。这次的手术我3天就出院。对照我的代祷事项，我一共写了5项，上帝竟然一项一项都为我成就，实在太奇妙了。所以我就赶快去写了粉红色的这一张应允感谢卡。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简单的分享其中的2项。第一，我希望我的手术时间不要太长，最好不要输血，因为医生挖一颗补一个洞，挖一颗补一个洞，不晓得要补多久。可是呢，我开完刀，医生跟我讲，你的肌瘤很多，可是很奇妙的是，它外面包了一层膜，所以一串拉出来就 OK 了，2个小时内结束。第二，我希望我的伤口不要太大，
因为我平常有一点点的小伤口，就要2、3个月甚至半年才会痊愈。可是这一次竟然1个礼拜，外伤就全部都愈合了。很特别的是，代祷团还为我售后服务。开刀完第2个礼拜我回来参加主日崇拜。那崇拜后我要离开之前，就有2位长老又拉着我到牧师那边一起为我手术后的恢复来祷告。那第3个礼拜我来参加聚会，才刚坐下，那个长老又来跟我讲：“你有没有好一点？我们会继续的为你祷告哦。”经历过这一次啊，让我体会到代祷团真的是爱网重重，不是说不公开，还上台做见证，还做2堂，我觉得全部人都知道了。其实，在曾长老邀请我之前，上帝就让我想起路加福音8章43到48节说的，有一位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，偷偷的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，得到医治。其中第47节我念给大家听：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，就战战兢兢地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，当着众人都说出来。我知道神的作为不能隐藏，感谢医治的主，也感谢代祷团队为我的服事，荣耀归给神。